學年，聖家男子籃球隊於賽場上一路奮勇拼搏，過關斬將。全體隊員於場上竭盡所能，全力以赴，始終以高昂鬥志認真應戰每一場賽事。小組賽期間，球隊曾迎戰一場實力相當的硬仗，賽況緊張膠着，最終僅以3分之差險勝對手。這寶貴的勝利源自全隊上下咬牙堅持、默契協作、永不言棄的優良團隊精神。成功晉級淘汰賽後，球隊越戰越勇，狀態穩步攀升，作風穩紮穩打，先順利挺進16強，隨後力克勁敵晉級8強，一步一腳印，成功晉身4強之列。為備戰關鍵的4強賽事，全隊訓練從不鬆懈，嚴格自律。球員持續復盤各場賽事得失，精進攻防戰術，補足技術短板，同步調整體能與心理狀態，整體實力與團隊士氣皆維持在高峰。4強爭奪戰將於5月10日於中葡職業技術學校體育館正式展開。本次對手為連續3屆衛冕冠軍，不僅實力雄厚，且作賽經驗豐富，勢必是一場扣人心弦的巔峰對壘。我隊球員現以蓄勢待發，秉持無懼強敵、迎難而上的態度，將於賽場上展現最佳實力，全力衝擊決賽席位。誠摯邀請各位師生、家長到場支持，為籃球隊吶喊打氣，共同見證球隊的精彩表現。